对性情投胎，对在世路玛利亚处死，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路人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打坐定全能的爸上帝大病1013页，刻印文第10篇。我来刻，恁来用。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我还要着惊啥人？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要着惊啥人？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因拢会跋倒失败。虽然大军接营包围，我的心也袂惊吓。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永远安稳自在。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这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祈求伊的指示。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伊会保护我，互我秘伫伊厝内，伊会甲我放伫石板顶，互我的头举悬，超过包围我的对敌。我要伫伊的布面欢喜献祭。我要唱歌学乐上主。上主啊，我求告的声求你听，求你怜悯我，应答我，你对我讲。就来调整我。上主啊，我来调见你，求你毋通毋面毋插我，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萝卜，你一直是我的帮山。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毋通拒绝我，放杀我。我的父母若放杀我，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因为对敌在长等，求你带我行平坦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因为因用为情恐吓我。我深信一项事，要我第日，我会享受上主的恩惠，着信靠上主，着勇敢壮大，这声着信靠上主。这时，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咱要来学乐你，你是主爱怜悯的神。伫即礼拜当中，虽然风台天，毋过互阮无受到任何影响，阁会当来聚会。伫主的保守当中，阮每一个人拢平安。嘛求你洁净阮的心。阮即礼拜伫有意无意当中，伫咧言语、行为、心思意念来得罪人，也是得罪上帝。求你来赦免阮，互遮个罪恶离开阮，互阮会当出家心清来到上帝面头前来领受。嘛透过凤山西门教会刘梦田传道的喙，带出上帝话语的大能，互阮会当搁一届去互圣神来充满，更加行伫上帝心意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即是来报告本会消息。第一小点，本主日是凤山西门教会主日，欢迎刘梦田传道前来本会讲道请安甲募款，敬请兄弟热心奉献甲代祷。第二小点，本主日本会过两个礼拜举行9月份的庆生会，祝福各位寿星健康长寿，福杯满溢。本会特别准备全年礼券来表达祝贺。第三小点，今仔日本来要召开的中职会甲小会延期到下周。第四小点，本会9月9号拜六上午的家庭探访，安排探访的家庭甲牧长，甲请大家家己来留意。本会2020年度的第2学期信用培育奖励金开始接受申请。若是依规定申请而且符合标准的人，请伫9月10号礼拜日之前提出申请。9月14拜四暗时8点会召开奖励金小组审核。本会伫咧9月17礼拜日来颁发奖励金。第七小点，9月15拜五暗时6点半到9点半
9月16拜六上午8点半到暗时9点半，伫个敬拜中心来举办全人更新营会，对象是本会受洗会员，甲门徒学校的上期学员的必修，费用是500块。请伫9月3号礼拜日进前线顶报名参加。第8小点，本会2023年度下半年度的装备课程，伫个10月第2周的拜日甲拜五来举办。欢迎兄弟伫个10月1号礼拜日进前使用 QR code 来报名参加。具体消息，上座会消息，园中教会李水挂长老伫个8月26蒙主文调安孝主怀，9月9号拜六下午2点，伫个园中教会举行告别礼拜，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弟为遗族代祷，嘛请交上座会费。第2小点，合作社的消息。地下室改建工程期间，临时的办公室设置又广又远的办公室，伫1楼，请社员来留意。社员上年15岁到80岁意外保险，一年是保险费2000块。伫9月18号拜一进前接受办理，若超过日期就无受理啊。欢迎合作社来洽询。曾爱玲关怀协会消息。定伫9月7号拜四上午10点到11点，举办快乐银发族的生活讲座，欢迎相邻兄弟来参加，佮请早健保卡。森林牧区的消息，定伫9月17礼拜日下午3点到5点，举办森林牧区半日游的活动，地点伫个街仔头糖厂，费用是200块，挂保险、水佮便当。欢迎兄弟伫下周日9月10号进前小组长来报名。若毋是森林牧区的费用是200块。第5小点，音控课程定伫9月10号到9月17号2周周日下午3点到5点来举办。讲师是科宏影音干事，费用免费。地点伫油厂敬拜中心2楼的控台区。欢迎兄弟使用 QR code 来报名。也是办公室来报名参加。第6小点，补充的报告。干部的改选，双联信歌队定伫9月7号拜四上午9点来举行。妇女信歌队定伫9月9号拜六暗时8点来举行。敬请关心甲代祷。这是教界消息，咱请陈牧师。虽然咱的妇女改选要伫暗时9点，9点来，咱迄个教界消息高雄中华传道部伫9月16，会知是9点到12点有办中级信徒的训练会，这帮特别是办甲这场有关的这个主题欢迎咱中级会当踊跃参加迄个地点伫公山教会咱中级要参加，咱会办公室报名，咱有车辆的前往第二就是咱有一个高岛屋，就是高雄基岛的厝就是为城市咧基岛24点钟咧基岛这个高岛屋14周年的见证感恩餐会伫9月24下午6点伫林凤宫饭店5楼举办。这个餐券是一张1000块10张有优惠1张。兄弟若有负担的伫9月15进前，办公室来登记购买愿上帝祝福。感谢主，咱今日是迄个9月的第一个主日所以咱下早起就是有简单的庆生会请咱9月的寿星9月的寿星，请你为你的座位站起来9月有无？有啦，那就无咧9月你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搁一届，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咱来祈祷，主啊，奉你的圣名祝福阮9月份的寿星。主，感谢你，互因会当出世伫这世间，拢是主你早就已经定着。主啊，感谢你，各因会当受竞选，成做你的囝儿、查某囝。主，感谢你，互因会当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有永生福气，有永生愿望。感谢主，互因伫世间的日子，就是会当常常欢喜，祈祷无煞，凡事感恩，祝福因伫你的面前心中的愿望拢得到实现。主啊，透过因成做家庭，成做因工作的所在，各地服侍教会的福气，愿你祝福因，令阮得兴盛，福杯满溢。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新营牧区的迄个半日游有一个影片，甲咱做伙来看。感谢影片。若是要报名，伫咧9月10号正正来小组长来报名。这是咱掀开圣经，伫咧马可福音第4章35节到41节，白话字伫咧新约42页，台语43页，和合本52页。显着我来公读。35节，迄日已经暗，伊甲学生讲，咱过来去迄边换。因离开众人，带耶稣就安尼落船，甲因三角去，也有别只船甲伊去。破头风大起，用破入船，得到船底要满。若是伊伫船尾倒伫枕头底困，学生叫伊醒，甲伊讲：“先生，我要无命，你无要紧吗？”伊就醒，即笔风甲海讲：“着静静。”风就煞，也大冰定。伊就甲因讲：“恁啥事遐惊？恁还袂有信吗？”因就大惊，三甲讲：“即个是甚物人？连风甲海拢顺伊。”即时献诗，请妇女圣歌队。
咱讲道要请刘梦田传道，讲题是勇敢跨界。各位兄姐平安。今日是凤山西门教会的建堂的募款的主日。凤山西门教会已经设立42档，42档。那无错误，应该是咱雅慧长老的爸爸迄个姚正道牧师，咱较长辈人应该捌伊较早凤山教会的牧师我差不多伫45天前受派去后庄教会实习，伊做小会议长，因迄拢伊开拓的有一边伊来迄个后庄教会，即马方平教会啦即马方平教会牧师即马来西门教会所以拢真有关联。我去凤山教会讲道虽然遐久印象足深刻当然因迄个一个机会真有名迄个长老迄阵无即马新的凤山礼拜堂较伫旧的人足济真正坐甲满满，礼拜堂坐甲满满，你都毋捌看迄个人足济就对啦感谢主印象足深刻这个西门教会即马林志愿牧师来遮牧会所以真要紧的使命就是要建堂这建堂的事工，所以咱有教会有遮来引来募款今日因为西门教会咧中级选举所以迄个临时的会会主任牧师爱伫的所以就请即个老团道来讲道因迄个林牧师娘甲长老甲咱伫头前咱请伊起来好无？咱凤山教会来，咱甲请伊起来不西门教会牧师娘即个雅慧长老甲两位姊妹咱今日老团道好，咱就将时间交迄个老团道，咱拍鼓欢迎。兄弟姊妹平安，我是西门教会团的，声音敢有清楚？有，好，哇，足欢喜的，因为我伫高雄，我细汉的时阵个听过右昌教会，我个知影遮的教会足好诶，就想要来看卖啊诶，今仔终于有机会来到这里，感谢主，今仔8点的礼拜是我第一届讲道。遮尼早，甲我拍谱一下好无？我感觉足好诶，因为这是礼拜日第一场的礼拜，咱会当第一个礼拜即个所在来敬拜主是足有福气诶。你会当祝福你边仔人，甲伊讲你足有福气诶。好，我毋知影恁敢有听出来我的台语无遮尔认得我细汉伫凤山西门教会长大诶，毋过大汉毋知影台语拢还给谁了这样子。我后来去台北工课伫台北的新生命小组教会全职服侍，所以是伫即几年返来高雄，所以今仔日知影爱请大家见谅一下，我等者。会转换成为国语大家会使吗？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安尼我希望大家安尼较听有安尼，感谢主。因为第一届来右昌教会，所以一开始呢，佫是一套在主日，所以我们要来互动一下，要来认识大家一下。我们玩一个游戏好不好？可以吗？我觉得右昌教会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有活力。我一大早进来的时候，大家都笑容满面，所以感谢主。我们玩一个小游戏，等一下你看到荧幕上面会有2个题目，请你帮我选出一个你喜欢的，然后如果那个是你喜欢的，你就帮我举起手，会使吗？好，要开始啊这无输赢莫紧张嘛，也不会有惩罚这样子。OK， 第一题。放假跟工作，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你喜欢放假伫厝里无代志做，就很放松，还是你喜欢工作？选好了吗？如果你是喜欢工作的，请举手。我看玛雅这教会这么喜欢工作呢哦，这是我手放下，这是我遇过教会里面最多举手工作的，所以你们是一个殷勤的教会，感谢主。来第二题，热闹跟安静，你喜欢很欢乐、很热闹，还是你喜欢安静独处？你喜欢安静的举手。我嘛是喜欢安静哦。圣歌队全部都举手，手放下，很好哦。来第三题，好，这题很难哦，不能说我先运动，然后再去吃美食，也不能说我吃完食物再赶快去运动，你只能选一个。你比较喜欢运动，还是你比较喜欢吃美食？你比较喜欢吃美食的举手。超快的，这位紫色的姐妹超快举手的，很好很好。我们要常常办爱宴邀请慕道友一起来。感谢主。最后一题来，冒险跟安逸。如果有一个挑战或者是未知的地方，你会勇敢不顾一切，勇敢去冒险的，还是你会先留在原地的？你喜欢安逸的举手。很老实哦，很老实。好，请放下，再给自己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大家的参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喜好跟性格，对吗？没有什么对错。但今天透过这个开场，我就要进入我今天的信息。记得我的主题是什么吗？勇敢跨界，就是刚刚游戏的最后一个题目是什么？冒险跟安逸。如果有一个你不熟悉的领域或是挑战在你前面等着你的时候，你会勇敢的跨界走去，还是你会留在原本熟悉的地方呢？今天透过圣经的话，我们要带领大家进入到上帝要祝福大家跨界的祝福。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知道今天早上神你就在这里，圣灵你已经充满佑昌教会每一个座位，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今天早上你就要透过勇敢跨界的这个主题，向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来挑战，来说话，来邀请我们进入这个跨界的祝福。求你预备我们每一个人都敞开我们的心，预备我们有美好的心田，让神的种子，神的道种在好心田里面，要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种子。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好，今天的主日第一堂的主日时间较短，对不对？所以我要讲较紧的哦。今天我们的这段经文是从马可福音的第4章出来的。这段经文大家应该很熟悉，对吗？就是耶稣呼召这群门徒上船，然后他们就遇到暴风，然后耶稣就带领门徒就是跨过暴风的跨界的一个过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什么？不可以只有看那一句，对不对？要往前跟往后看。今天我们不用翻圣经了，但是我要帮助大家。如果你从马可福音的第4章往前看一点，第3章，你就会发现耶稣在第3章的时候设立12个门徒，把他们拣选出来，把他们设立起来。但是到第几章，到后面往后看的时候，到第6章的时候，第5章、第6章的时候，已经做什么了？已经什么？差派门徒去做跟耶稣一样的事情。弟兄姐妹，3、4、5、6几章？4章。为什么在短短的4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门徒的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为什么？因为门徒不断的跟随耶稣，选择跨界。所以跨界跟我们的生命突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个人上次你跨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突破你自己原本的舒适圈，跨界是什么事情？像我自己从台北回来，大家知道在台北是不用开车的，因为开车会塞车，所以我们都坐捷运。所以我回到高雄，你知道我第一件事情要跨什么界？开车。
我18岁考到驾照，到现在没有开车，所以我重新上路的时候，我很害怕，路上的人也很害怕，这样。所以跨界开车是我的跨界。还有什么？有没有人最近换了工作的领域，也是跨界？第一次传福音也是跨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用我自己的故事介绍一下。我们看一下照片。哦，这是我先生小明传道哈。我们看下一张。给大家看一下我那个超音波的照片，下一张，再下一张，帮我数一下，照片上面的宝宝有几个？5个。弟兄姐妹，我跨几次界？下一张，我跨几次生小孩的界？我跨5次。从单身结婚到生小孩，是不是跨界？生一个是跨界，弟兄姐妹，给上帝祝福我生养众多，鼓励一下。哦，上帝祝福我生5个，我不断的跨界，这也是我生命跨界的过程哈。因为我没有生双胞胎哈，也没有去认养，都是我生的哈。大家都会问我这个问题，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不论你几岁哦，不是说年轻人才要跨界，小孩才要跨界。不论我们活到几岁，要不要跨界，都要。每一天你都要面对，你要不要跨界？当然，教会要不要跨界？要。弟兄姐妹，你知道我这次要来右昌教会，我就上网 Google 了一下右昌教会，你知道马上跳出什么？你们知道吗？敬拜中心不是，我马上跳出 YouTube 的直播，你们的直播在最上面。代表什么？很多人观看，很多人在右昌教会，你们的线上媒体做得很好。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但我知道我们这2年有疫情，对不对？疫情 push 我们要好好的经营线上的直播，很多的教会就要面对要不要跨进新媒体的界。我相信上帝祝福了右昌教会在新媒体上有很大的跨界，给你们教会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这是很不容易的，不是每一个教会都可以像右昌教会这样子有一个这样跨界的突破。感谢主。你说我举一个我教会的例子，教会需不需要跨界？需要。举我自己教会的例子，要不要往教会有没有断层的问题？有，特别在长老教会，就是年轻人跟儿童的断层特别的明显，对不对？所以要不要跨界？哈，暴露一下我的年纪好了，我已经要40岁了，好，40岁了。你说我离开校园几年了？很多年了，我都要20年以上，我都不好意思讲出这个数字。但你要我要去做年轻人，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现在在看什么动漫，跟喜欢什么歌手，我都不认识他们了。要不要跨界？我们看一下我们照片，再往下一页，再下一页。再下一页，再下一页 ，OK， 再下一页 ，OK。我们要往下做年轻人跟儿童。我们回到我的母会西门教会的时候，哦，年轻人很少，然后但是年轻人喜欢做什么运动，对不对？我们就是老骨头了，也是要带他们去打羽毛球。年轻人说，辅导带我们去跳弹簧床，跳床，你们有没有跳过吗？好，我们第一次去那个草衙道，你看那个字叫什么？萧跳，我真正笑啊！我就真正，我们就跟着他们去跳弹簧床。你知道我先生小明传道回来跳到骨头都骨裂开了，医生说先生你骨裂了，这样子要不要继续做年轻人？要，因为我们要跨界 ，Amen。Amen， 感谢主。所以教会责无旁贷，需要面对跨界，因为教会要先跨界，才能带领弟兄姐妹一起跨界。Amen，Amen。所以从刚刚开始到现在，我们都一直在讲哪2个字？跨界，对不对？跨界，到底什么叫跨界？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弟兄姐妹，马可福音第4章的35节，第1句话，耶稣说什么？记得吗？耶稣对门徒，下一页 PPT， 耶稣对门徒说什么？注意了哦，当圣经里面耶稣开口说话的时候，就请大家非常的注意耶稣说的每一个字。耶稣说什么？
很简单啊，对不对？我们渡到那边去，这是跟跨界有什么关系？短短的这几个字，渡到那边去就是什么？从这一边渡到那一边。弟兄姐妹，请问耶稣的门徒，他们的工作是什么？他们的老本行是什么？渔夫，对不对？渔夫他们的专业是什么？捕鱼、渡船。请问对渔夫来说，从这一边渡到那一边，会不会很难？不会，算不算跨界？不算，一点都不算跨界，对不对？所以，那耶稣为什么要叫他们从这边到那边？跟跨界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的这边是哪一边？你们知道吗？他们说的这一边是格尼撒勒湖。格尼撒勒湖就是在那个时候是门徒每一天都在那边打鱼，然后在那边捕鱼，然后跟着耶稣在那边听讲道的地方。所以现在盖像引导的照咖呢，很熟悉的领域就叫做这一边，那个地方天气怎么样，什么他们都掌握得一清二楚。那一边在哪里？弟兄姐妹，如果你从圣经里面看第5章，你就会看到那一边。当他们从这一边到那边的时候，他们会遇到什么事情？他们会遇到圣经上面最厉害被鬼附的人，他们会在那边遇到死人复活的例子，他们会在那边面对几千几万人服侍的需要。所以这边到那边就是什么？从你非常有把握，你非常熟悉，每天就是照着 schedule 就可以做的事情，渡到什么？你完全不熟悉，你完全未知、没有接触过的领域。弟兄姐妹，如果你往后看这个圣经故事的结局是什么？门徒渡到那边去之后，结局怎么样？他们的信心是不是就突破了？他们就发现耶稣基督不只是夫子，更是主，他们就更深认识主，是不是跨界？所以耶稣要门徒跨的界，不是渡船，不是捕鱼，是跨生命突破的界。所以我们今天要宣告，右昌教会也是跨界的教会，阿们。我们大声说阿们。我们拍手归荣耀给耶稣，好不好？我们宣告，今天神对右昌教会的弟兄姐妹发出这个邀请，我们愿不愿意跨界，让神带领我们从原本自然的领域进入到超自然的领域，经历到信心的跨界格局的提升，阿们。祝福你旁边的人说，跨界就是生命改变的开始。感谢主。这时候我就要问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跨界的祝福大不大？大，很大。那我要问你第二个问题，既然祝福这么大，你要不要跨界？你愿意跨界吗？如果现在牧师坐在我后面，牧师邀请某某某弟兄说，你的服事的领域需要突破，需要有新的领域，你需要增加新的服事，你愿不愿意试试看？如果有一位牧师邀请这个姐妹说，姐妹，你的性格需要改变，你的性格需要从这边到那边，你愿不愿意试试看？弟兄姐妹，这个问题我挑战过很多人，很多人说跨界很好很好，但是就都嘛得，我先看买呀，我考虑一下，我看一下天时地利跟人和条件够不够我跨界。我信心现在比较小，跨界先留给那些信心很大的人去跨界，我先不要。这很正常，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害怕什么？失败，对吗？我们要确定那个风险是什么，我们确定会成功，我们才要跨界。但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如果我们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去跨界，是不是一定可以成功？你觉得会不会一定可以成功？有信心一点，你们觉得会不会可以成功？会。注意听我说的，如果耶稣呼召你跨界，如果耶稣呼召你跨界，是不是一定可以成功？是。为什么？确据是什么？不会失败的确据，因为是谁呼召你的？
是耶稣呼召门徒上船的，不是门徒要上船呢，是耶稣说：“弟兄来，我带你上船；姐妹来，我带你往这个方向去。”是耶稣呼召我们的。所以，既然是神自己发出的邀请，所以跨界就是神自己的计划。而且更棒的是，你知道吗？耶稣不只是跨界的发动者，他更是自己亲自做了跨界的示范。弟兄姐妹，耶稣从哪里跨到哪里？约旦河，约书亚，约旦河。OK， 耶稣从天上跨到地上，耶稣在天上道成肉身，跨到地上。他是跨界的带动者，他跨过，所以他来带我们最合理了，因为他跨过，他知道要把你带去哪里，他知道要怎么跨，他知道跨的时候会遇到什么困难，所以感谢主，我们跨界一定会成功。跟旁边说，你跨界一定会成功。有了这个成功的保证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看下面了，会比较有信心一点，因为接下来门徒会遇到什么事情？大风浪，对不对？暴风来了，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有一个问题？我小时候超常有这个问题的。为什么门徒耶稣突破，门徒或者是弟兄姐妹突破生命成长，难道一定要遇到苦难吗？基督徒难道一定要很苦吗？一定要好像过很多关，我们才能够信心突破吗？难道不能够好好的跨界，一定需要面对到暴风吗？我都会觉得，就耶稣，你就让我们好好的跨界嘛，我们就好好的跟着你，干嘛一定要这么多的暴风？我们一样互动一下，好不好？我们看一下 PPT， 为什么门徒一定要遇到暴风？为什么跨界跟暴风有关系？来，第一个，等一下你们要选哦，注意看，第一个，暴风是为了考验门徒的信心。好，这是第一个哦，考验门徒是不是有心。第二个，暴风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嘛，在海浪上、海面上，大自然里面一定会遇到，自然的。OK， 第三个，有暴风才会想到耶稣，没有暴风就不会想到。OK， 第四个，没有暴风就不会经历神迹。1、2、3、4，你被选对一个，如果你选不出来，你干嘛弄掉，你就帮我比5，好不好？1、2、3、4、5也可以比，好。来，我数1、2、3，帮我比出来。每个人都要比哦，确定你们都还醒着。1、2、3，帮我比一下，要选第几个？大部分的人都这样。好，手放下，很好，感谢主，没有错。以上皆是，拢对。跨界遇到暴风，这些都是。弟兄姐妹，如果这些门徒渡船没有遇到暴风，门徒就这样子安安静静的渡过去。你知道吗？叫门徒不用叫门徒啦，门徒叫什么？渔夫他们就叫渔夫就好了，不用靠耶稣靠他们专业就好了。就是因为有暴风，他们就会发现什么？没法度啦，我介厉害嘛没法度，我专业，我上在行的嘛没法度。所以耶稣让我们遇到苦难，让我们遇到挑战，一个接着一个，不是要折磨我们，也不是故意要戏弄我们，是什么？耶稣要什么？把我们的生命拉开来，撑开来，生命才有机会突破跨界，让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这时候，很多我带领的年轻人或者是弟兄姐妹就跟我说：“好啊，安尼我个卖跨界，我个踮伫遮。”都卖行出去，那个袂拄到暴风。弟兄姐妹，你留在原地，可袂拄到暴风吗？请问你无信主，你敢袂拄到困难？拢会。你有信主，无信主，拢有困难。安尼有耶稣较好，还是无耶稣较好？当然嘛是有耶稣较好，对吗？既然我们有信耶稣，没有信耶稣，都会遇到困难跟挑战。那为什么要白白受苦？为什么不好好的抓住耶稣，信靠耶稣，让不要失去上帝要给你属灵的祝福？很多人还会遇到什么状况？说呵，安尼我来跨界，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火热跨界，一直往前冲他大汉啊，
和年纪较大吼，我嘛是拄着安尼状况，就感觉有时啊，吼40几岁啊，有时啊忝嘛吼，感觉好像没有年轻的时候的冲劲，就觉得我以前已经跨过了，现在还要跨那么大吗？还要一直跨吗？弟兄姐妹，很多人已经跨出去，但跨到一半怎么样？卡在考验里面。记不记得旧约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有没有出埃及？出了埃及，对不对？出去埃及了，好不容易离开埃及，进入哪里？旷野，还没那么快进入应许地迦南地，进入旷野。请问有没有出旷野？第一批人有没有出旷野？没是安怎？为什么？因为他们出了埃及，他们第一步跨了界，但第二步有没有继续跨界？没有，他们停止了。他们，你知道从埃及走到他们的那个迦南地，他们走了多久？40年。40年，你知道他们真正只需要走多久？11天。路程只要走11天，他们走了40年。为什么？因为他们什么？不继续跨界，他们就倒闭在旷野里面，走不出去。弟兄姐妹，像不像？有时候像不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前面跨了，但后面没有继续跨，太可惜了。所以我记得，以前我的牧师常常告诉我说：“你不要想说，上帝给你的考验会有停止的一天。”他都常常跟我说：“梦田，考验没完没了，不会有停止的一天，因为上帝要给你的祝福也是没完没了。”阿们，阿们。上帝要对我们的祝福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是没完没了的。所以你有考验的时候，你要哈利路亚，因为上帝在祝福我们，上帝在撑开我们。所以讲到最后了，既然说跨界这么重要，我们就要来看那怎么跨。不要来跨界，说好啊，那我们要来跨界。要跨界之前，我很快的带大家看一下，跨界的时候会有盲点，会有你看不清楚的地方。弟兄姐妹，他们遇到暴风的时候，请问耶稣在做什么？睡觉。在哪里睡觉？在船尾睡觉，对不对？我不是渔夫所以我查了一下，船尾是什么位置？我以前都觉得那个掌舵的位置是在那个铁达尼号的前面，这样因为我根本不是渔夫后来才发现掌舵的位置是在船尾，掌管船的方向的位置是在船尾，所以耶稣在哪一个位置？一艘船最关键的位置。但请问耶稣在干嘛？睡觉。所以门徒把耶稣带上船，但是把耶稣什么供在哪？让耶稣睡着了。所以他们遇到暴风的时候怎么样？耶稣在不在？在，但在好像不在一样，没有发挥任何功能。这是第一个盲点。我们都常觉得耶稣在我心里，但你不把耶稣请出来，然后我们就会什么，像门徒一样说：“耶稣，你那不来帮助我？”还怪耶稣说：“夫子。”还叫错名字没有叫他主，没有叫他神，还叫他老师，叫错了还埋怨。所以跨界的盲点，我们需要圣灵光照我们，不然我们在挑战的里面常常会迷失我们的方向。所以最后我们就要来看，最后为什么他们可以成功跨界？跨界的成功关键在哪里？当然是耶稣出来说一句话，平静风浪，风浪就平息了，对不对？但是关键在哪里？我们要讲最后了，注意，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门徒那个风浪这么大，对不对？耶稣在干嘛？睡觉。你有没有想说，耶稣怎么不会被吵醒？他真睡还是假睡？一定假睡嘛那门徒在那边看水呀，然后在那边就尖叫说救人什么？耶稣那也都没听见，对不对？一定有听见。耶稣为什么就不醒来？耶稣可不可以醒来说停止？敢没赛？他可不可以不等门徒呼叫他就站出来？也可以。会不会行神迹？也是很大的神迹。门徒也会说好棒棒，对不对？他们也会做见证。但为什么耶稣没有
站出来，是安怎？伊在等什么？伊在等耶稣在等啥人？在等门徒。为什么？因为耶稣真正在乎的是这群门徒的信仰有没有被转过来。其实耶稣可以一开始就平静风浪，展现神迹，但耶稣在等我们发自我们内心，我们做出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做出一个行动，让我们去什么？自己去找耶稣，不是在旁边看，哇，好厉害哦！你自己没有经历过，就不是你的。所以，当我们自己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自己去寻求耶稣，依靠耶稣，跨界依靠主的信心，才会从我们里面生出来。阿们。跟旁边的人说，耶稣在等你去找他。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经文的最后一段，第41节，我念给大家听。他们经历完这个神迹以后，很大的神迹，对不对？请问大家，你觉得这群门徒的信心是多还是少？你觉得经历那么大的神迹，哇！我信的主原来这么厉害，你觉得他们的信心会被大大提升，还是惧怕？照理说，应该是会更有信心，对不对？哦，就厉害哇！我跟对人了，这样。可是我很好奇，因为圣经里面41节说什么？他们就大大的惧怕了。我在思想，他们在怕什么？他们在怕什么？你知道，我在我信仰的经历跟人生的经历里面，我也经历了人生一些的风暴。OK， 我原本要跟大家分享，但今天没有机会。我的先生有免疫系统上面的疾病，他也曾经经历到死亡的边缘。我也经历到很多在生死的风暴的里面。你知道那样的跨界对我来说，你觉得我现在想起来会不会怕？我先生现在活得好好的哈，他今天没有来，但他活得好好的，是一个神迹。但你说你要叫我再跨一次那时候他快要死掉的那次，你觉得我要不要再一次？没有人想要吧，对不对？最好是不要再遇到考验跟挑战比较好。他们在怕什么？我发现他们可能门徒发现一件事情，原来他们跟随耶稣，可能以为哇，就是很荣耀、很光荣、光鲜亮丽，哇，很多人注目。原来跟随耶稣来这边聚会哇，这聚会的场地很好，牧师讲道很好，弟兄姐妹很好。原来跟随耶稣不是只有这样，原来跟随耶稣要跨界，跨界会踩到自己的底线，跨界原来可能会丧命。跨界原来要付上代价，原来要舍己为生。跨界原来我会发现，哇，有一段时间我信仰很低潮，因为我忽然发现，我以前原本以为我很有信心，我全职回应主说我要做主的传道人。做了主的传道人之后，发现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怎么这么的冷讲？我怎么这么的软弱？我想要躲起来。我还跟我的主任牧师说，我要辞了，我做不了去呀！我不想被别人发现，原来我这么的软弱。弟兄姐妹，这都是很真实的状况。我们会有信仰大大惧怕的时候，我们很开心有神迹奇事，但有些人也会落跑离开。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把圣经往后看，这些门徒有没有离开？没有，他们很真实。他们有没有软弱？西门很软弱啊，还把船停在旁边，然后在那边洗网，对不对？不敢下到水深之处，对吗？可是什么？他们很软弱，但他们没有离开，他们继续的跟随耶稣。因为我们看下一章，最后一章好吗？帮我放到最后一章。因为你不断的跟随到哪里，你就会不断的跨界到哪里，跨界到哪里，你就会认识主到哪里。阿们。
Amen， 感谢主。所以你看到后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这么多的突破？因为门徒继续的跟随耶稣，因为门徒知道耶稣就在他们的船上。Amen。现在我们的西门教会正在建堂，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没有去过西门教会，我们的教会聚会的人数大概只有50-60个人，现在，但我们要建一个很大的堂。是不是一个跨界？是一个很大的跨界，但最大的跨界不是建堂基金，也不是一个建筑物，最大的跨界是什么？在我们建堂的时候，我们信仰的体质会怎么？浮现在台面上，暴露我们的真相，会发现我们的信心有，但是不够，所以我们需要跨界。我们有很多的挑战，我们有很多的冲突，但是我们很感谢主，因为我们很清楚是耶稣呼召西门教会上这条船，所以耶稣在我们的船上，我们把耶稣叫醒，与西门教会同行。阿们。今天我也要邀请悠长教会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要邀请你们一同上船。我知道悠长教会是一个跨界的教会，弟兄姐妹都是愿意突破的弟兄姐妹，但今天我们要发出一个邀请跟祷告，你愿不愿意再次为了主继续的往前跨界？不要满足，我们向神感恩，但我们在属灵上面不要满足，继续的突破，说主啊，继续的带领我跨界。 Amen。 好不好？愿意的人，我们把我们的眼睛闭起来，把我们的头低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感谢主，今天神差派我来到这里，我相信这个信息是向着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说的。不论你今天你的年纪是几岁，你在这个教会几年，你信主多少年，你现在属灵的光景是高还是低，今天主都对我们发出同样的邀请。你愿不愿意再次为了主跨上这个，进入这个船，跨出我们的舒适圈，从这一边渡到神要为你预备的那边去？有没有你的人，你不敢跨界，你习惯安逸的，你不敢上船的人？今天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在信仰的路上不要停留在原地，好不好？你愿意的人，我数到3，我要邀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让神看见你是说你愿意回应主的呼召，要让神的恩膏临到你的身上，要让神带领你跨界的。有没有愿意的人？1、2、3，把你的手高高的举起来。耶稣看见了，很好，好不好？再有一些人，如果你说你还在犹豫的，把你的手高高的举起来，让耶稣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跨界。很好，把你的手按在你的心上，跟着我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说：亲爱的主耶稣，是你亲自呼召我们，邀请我们上船，你对我们的生命有计划，我愿意让你做我生命的掌舵者，求你赐下信心，带领我们跨过我的风暴，跨过我的限制，让我渡到那边去。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阿们。我们再次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在我结束的时候，我要邀请弟兄姐妹继续的为西门教会来祷告，继续参与在西门教会的建堂的奉献，跟我们有募款的团队今天一起与我们来到这里，所以让你们参与的时候，让跨界的恩膏也临到每个弟兄姐妹。 Amen， 好不好？我要邀请我们教会的雅慧长老有一个简单3分钟的报告，我们请雅慧长老。因为我们的募款的内容很丰富哦，我们邀请雅慧长老给我们一些的提醒，这样子。陈牧师，各位敬听的中职，甲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真正真欢喜来到油厂教会，我嘛是第一届来遮。
看到咱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真正遮尔早就会当来到教会敬拜上帝，互我非常的感动。啊，阮也真感谢恁，用永远凤山西门教会为着建堂，恁来遮甲咱贵教会来甲因缴叉来募款，阮阁有义卖。上感谢就是讲，阮楼骹摆伫恁楼骹广场遐义卖品，就是听主的兄弟姊妹所提供互阮的。所以毋茫讲，等一下咱礼拜煞去甲阮参观，甲阮购买，吼，这是阮上界大的毋茫。我即摆简单介绍，阮有足侪项物件吼，真正愈来愈侪，听主的兄弟姊妹，上帝恩典一直来。第一，阮就是有迄个毛豆，毛豆就是阮的教会的姊妹，因家己的工厂所咧起造的，咧家己咧制造的。这拢是外销日本上介好的产品。咱知影毛豆伊是上介有好的迄个植物性的蛋白质，所以讲伊迄是冷冻的，互伊小可退冰，咱就用食。等者咱落去参观吼，因为时间关系，无爱甲恁讲较济吼。佮煞只要来介绍，阮阁有咧卖迄个台湾的燕窝，就是迄种银耳羹吼。即个银耳羹上介重要就是讲，伊所用的是中国医药大学因所研发。所用的物件拢是有机的，上介重要就是伊是加糖的，咱糖分也较悬的来讲无要紧。佮一项就是讲，迄是张忠谋董事长伊的夫人为伊的代言的一个产品，所以咱就知影讲即个产品有偌好，吼。伊对咱的三高、对咱的肠胃拢真有好的迄个功用。咱若去到伫鼎泰丰，可能捌看过一罐一小。迄一罐四人份哦，4人份，伊迄一小杯，咱着爱90块啊，吼。阮楼骹也有卖规箱的，也有卖零售的，吼。咱等下较落去看。佮煞只阮今仔日上特别，就是阮有迄益生菌吼，全石坊的益生菌，阮今仔特价3盒2000块，一盒是800。即个益生菌伊是用50亿的活菌落去做的，所以讲咱食了的时阵。对咱特别，咱会有迄种叫做胃食道逆流吼，会呛酸，也是讲肠胃无啥爽快，随甲食落。我因为我捌请有咧要呛酸，我讲好，我来试看卖啊。你食落甲甘的就好，莫配茶。一时啊尔就一直好势起来。最近毋知是安怎，肠胃较无爽快时，我就甲食落甲配茶，真紧伊就拢互咱的肠胃加足爽快。所以咱毋茫咱，我知影咱逐个人拢有食无相上牌的迄种益生菌，总是你能甲阮试看卖啊！即个物件真正是真好。所以只，阮阁也有奈米牙刷啦，也有资生堂的蜂蜜香皂，吼。佮上佮重要就是讲，阮最近阁有迄个真纯的迄种灵应的蜂蜜，迄是阮教会至阮无孙娘因的哥哥家己。咧采蜜用家己做的，吼，真正买袂着啊！真正食落到第时咯，芳甲真正足好食。我伫灶骹咧泡，阮先生伫听着，你这泡蜜哦，讲嘿啊，你就知影讲即个蜜有偌好，吼。阮最近阁有一个真听主的董事长，甲阮提供蜂胶系列即个产品。即个系列产品。对头到骹，对身躯内面拢有，无论要洗、要牙膏、牙刷，对于咧顾咱的筋骨，对顾咱的目睭，吼，对顾咱的脑，特别伊有一个对迄个亚马逊或者是巴西，伊所敢若唯一出产的瓜拿纳，伊食落到底，互咱的迄种叫做头脑的退化较慢，互咱一日的精神加足好的。你敢知影？阮牧师。因为阮为着要载阮出去募款，阮顶礼拜去伫迄个叫做新德中会公园教会开遮尔久的车，因为我来载遮义卖品，所以一定袂当坐高铁，爱开车。阮牧师有食落，阮牧师你会足忝无？袂歹呢，食这落时精神真好，头脑清澈，所以等下咱会当落去看。吼，我敢若简单，甲人介绍到遮就好。
望讲咱油松教会会当为着阮的建堂替阮祈祷，替阮奉献。以上。好，咱多谢安会长老甲咱介绍，兄弟吼，西门教会礼拜人毋是偌济，但是因要去做一个荣耀圣殿吼，去圣殿就是荣光上帝，我相信是上帝所欢喜的，因即款的信心吼，互咱感动，咱毋望会当来参与帮赞卖这因的义卖物件对咱有利益吼，对咱有利益，佫会当贡献伫因建堂的工作，请咱会当来为着因来参与吼，上因的船吼，甲因相同行，我相信主会祝福吼。咱即个时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无要去研究诗歌，咱大家起立来祈祷。或者请咱起立，咱为着咱人生有时有暴风，真正，那像即帮的即个海龟台风哦，即马还未到吼，下暗就到，下暗就到。咱为着即个台风，求主怜悯，无带来咱的损害，互咱有平安，咱来迄个下当停止一切这暴风的主来祈祷。咱也为着西门教会建堂，因遮大的需要，求主会当互因真正得到丰富的供应，消化毅力甲因陪伴。咱也为着即个事祈祷，咱有软弱的肢体，咱三体祈祷。你有甚物款的祈祷，带到主的面前，举起你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所感谢你，阿罗你。主啊，今日透过老传道，透过你的话，知影阮的人生，阮有时爱跨界。主啊，阮要为遮到迄个所在，主啊，毋是拢一帆风顺，有时会拄着暴风雨。但是主有主伫阮的船顶，阮拢无惊吓。主啊，阮即帮拄着即个海龟台风，看起来是直接为阮南部而来。主啊，求你保守下暗，即个台风到伫台东后来就要到伫阮西海岸。主啊，求你保守阮，互阮拢伫你的恩典内面，看顾阮，保守阮，互阮有平安。主啊，即个风台，主啊，照你水的旨带来，毋是灾难。主啊，带来是恩典。主啊，阮仰望你，阮倚靠你，因为只有你会当来掌管这一切。主，阮将红山西门教会建堂的时间仰望你。主啊，这是你所欢喜的，你得甲为着陪伴。主啊，透过兄弟姊妹会当有份伫这个建堂的工作，互上帝圣殿伫各所在拢会当真做金灵台，带人来归你。主啊，赐福因所做的。主啊，你甲阮同在，阮有软弱的肢体，愿你的医治也到伫因。主，阮感谢你，主，阮学了你，主，多谢你，你是咧掌管天地万物的主。主啊，就是这个风台嘛是你咧掌管，你会当互风台断越。主啊，你逐项拢为阮仰望你，求你保守阮平安。最后说，阮将兄弟姊妹仰望你，求你看顾软弱的，当得到勇壮；有病痛的，会当得到医好。主啊，头前有拄到任何的这风险困境的，主可以当来呼叫你，呼叫主耶稣啊，主耶稣啊，你来救我！主耶稣啊，你来帮助我！主耶稣，你来医治我！主啊，你的恩典会当临到伫兄弟身躯顶。阮将红山西门教会建殿的时间仰望你，主啊，愿你甲因同在，主啊，互因体验到因所做的是应光上帝，互上帝欢喜，也花毅力，互上帝陪伴，风风雨雨，充充足足到伫因。主，阮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即时请执事来收奉献。这咱有这个西门教会的奉献录啊，咱特别用这个奉献录啊，咱来为着因奉献。牧师常常讲，咱去做圣殿，这是应供上帝，搁上帝所欢喜的。咱所做的，的确拢无空空。求上帝纪念你所奉献的，诚做祝福。诚做红山西门教会建殿的路用。
也即请咱起立来吟奉的诗。主啊，咱甘心乐意献上咱的金钱，诚做教会事工的路用。愿这的奉献会当诚做30倍、60倍、100倍祝福一个红山的西门教会。无论是奉献的，也是红山西门教会，拢会当活伫主的恩典当中。伫咱的生活、职场、服侍，拢会当活出见证。我靠上帝，咱会当勇敢跨界。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祝福差遣560首，是阮上帝，荣光上帝。上帝所领的好情行里，完全的爱心为世港，让这归回绿水，所愿的为，所愿勇气，面对挑战弹指心。面对条件谈及时，我是你好热烈包围，攻击你都换尽的，把他的逃亡，身心坚定求乐。所愿的为，所愿勇气，你先大力的武器，你先大力的武器，有你看走到边缘，让我可够坚强比。穷主身在天下，不见鸿鹄凌空翼，所愿的为，所愿勇气，天高目标无偏离，天高目标无偏离。两个目标，坚信眼滚最高，将出去，可领出归家，好久了的逃亡，所愿的为，所愿勇气。
来服在你。就倒请陈牧师，咱恁通平安去，互恁伫人生的风景中间有主的同在，互恁有平安，有喜乐，互恁有行通的道路，有勇健的身躯，会当有得火在的能力，常常领受上帝的恩典，也会当有分伫上帝的国度，特别上帝欢喜恁参与伫建殿的事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三甲地地，对支持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麦倒，笔花。